不老嘞？东西，东西，哎，带买没买？七袋80，这真的了，没有那部，屋里这真的没买了，有那部，你要不了这真的没有部， 80不行。看屋里好酷啊！阿姨们好不屋里？也好不要不真的比，谁没比呢？这谁哎，谁说的？OK OK OK 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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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谁也比，嗯 OK。谁弄弄，这要哪屋里？没呀不？这要哪个？没呀不？没有料子和。过来哟。现在这个不。哎呦，这是色哦，随便转一下，绿都是绿的啊，不是一绿就是色啊。那干巴巴的，你看，干巴巴的，那水头都没有，这种就在皮壳上面，那切腻没有。这是哪个？那花呗那，下次阿贝你这个嘛真不爱。还有料子，这个离谱的阿姑，我骑下来一天一个样啊！你不来你都不认识他了啊！啊！好了，他说那天有个拖长小小的要卖给我，找不到我和，那我错过了几个小目标了呗。好了，阿姨，色我，哎呀，拉我没拉到我？拉的嘞，我好嘛，火把来打嘞，我。呀啦，你这个路呀。哎呦，你们谁？你们谁的喂没有？喂的，你们谁的喂的？谁比的喂的？高一喂的。要路把这了哈。喂那朋友了，有没有带哈？带完卖给我哈。哦，这个有点多，点满了，有点难喂了。这是斜灯，上面喂这个上去拖沙，这里也是。喂的完了。有拖沙，它像那种袋子一样啊。那这里也有，看到没？荧光直接是干出来了啊。这里黑的对都是有拖了啊。看到没？这里看到没？它有起阑尾了，起杠啊！起得了。你起到不？屋里好。哦，这个不老嘞。当俺这嘛样嘛？那设备嘛，得的哈。没有了，200啊。阿姑那边旧的，这上面这一包是脱了，下面是不知道。那谁考虑一下？啊，苗小妹不拿我都不能给了。那谁了？那谁了？你谁了？我先看一下。哦，这个干青哦，这种就要切了啊！阿姨不实了，哦，弄弄一，这个阿姨叫。老头就会骗人啊，这种就要切了。它压根没表现了，没水的，你切进如果说满绿没有黑点点的话，那这个料子打小米珠啊，打薄片啊，那种反骨件都是相当的漂亮的啊。不老嘞。东西，哎，带买没买？7袋80，这真的了，没有那部，屋里真的没有那部，你要不了这真的没有部，80不行。看屋里好酷啊！阿姨们好不屋里？也好不要不真的比，谁没比呢？这谁？哎，谁说的？OK 了 OK 了。哎，谁也比，谁弄弄。哎，们交气了，谁，要不起吧？先给他100。那谁咯？屋里报备用屋里。我弄。OK。老贝，等下请。他等都没买，加10，210个，你给他钱吗？你给他钱。